无奈，我是中日全世界上爱看的人，我无意见啊。伊讲阮中华民国是优良的血统，伊讲啥物叫优良的血统？尧舜禹汤周公孔子、孟子，伊讲我有啊。你若读个三科个三民主义的讲，到民主都传先落的。伊讲阮这台血统是阮先有，是毋是？历代天民做出传来传这两无什么好的，是毋是？五祖对六祖讲三个叫来大世界办创名有诶，嘛是甲讲这个后生讲阮呢，所以咱就纯正路。上天非常慈悲的，今日唔知安怎做诶，天台地台三样开台哦，这个时期就三样都开台哦，你落啊搭根树啊，树啊头都插过哦。哦，是毋是？所以你看习惯就伊那啥。第一，解释习惯的支持，了解？我的习惯，哦，习，咱的人基础成本先咯，咱出世来就先着对了，是先咯。因为你意念的不明，所以学的变无良心，才能放成到这里哦。结果咱这个习惯好慢。那从个性里面就来打执照来告白哦，你的习惯要谁改革哦？这个改革才能让良心贯穿哦。哦，无是，我跟他讲，回回个人，回转礼平往是为，英文三句嗰啲就修身对吧？因为是，是不是安尼讲的？回头来告诉人家你给人讲啊。哦，咱爱把故乡回呢？哦，回转礼平不是哦，你等于哦，你带哦，阳光阳光马祖花刀也就是呢，过年过节个电铃，这抽签这拜拜，有无晓神了无？有啊，后边咱用西方这个神了，哦，英文三句都念的，修心可把第二是，咱若要修呢，你能传下来，咱3800个。哦，天兵军团属于金子有三个，贵田